这是咱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基督就亲像一个身体，有侪的机体。虽然身体有侪的机体，到底也阁是一个身体。同款，咱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做奴隶的，也是自由的，拢对同一位的圣灵来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同来享有这位圣灵。14节，身体毋是只有一个机体，乃是对真侪机体构成的。如果骹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于身体，伊也袂当因为安尼就无算身体的一部分。如果耳仔讲我毋是目睭，所以我无属于身体，伊也袂当因为安尼就毋是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全身是目睭，怎样会当听呢？如果全身是耳孔，要安怎来闻呢？毋过，上帝按照家己的旨意，把遐个无同的机体，拢安置伫人的身体顶头。如果遐个机体拢是一样的，怎样会当算是身体呢？其实，机体有侪个，身体却只有一个。所以，目睭袂当对手讲我无需要你，头也袂当对骹讲我用袂着你。反倒转，身体上遐个看起来比较较软弱的机体，更加是咱所袂当欠缺的。伫咱的身体上，遐个看起来无介重要的部分，却是咱所特别爱注意、爱护的。遐个无介好看的部分，尤其是咱所着爱关注的，遐个比较较美观的部分，就无需要特别的装饰。上帝安尼安置咱的身体的各部分，甲更较大的阳光分互遐个比较较无美观的机体，安尼互整个的身体无致到分裂。互无同的机体会当互相来关怀，一个机体受苦，所有的机体就一同受苦；一个机体得到荣耀，所有的机体就一同快乐。恁就是基督的身躯的身体，每一个人拢是机体。圣经以上，那个咱是大专的纪念主日，咱有得到这个牧师来甲咱传讲信息，恁是基督的身体，请咱恭敬来听。弟兄姐平安。今仔日我是受北区大专事工的派来到伫咱双连教会，甲正人、甲咱正兄弟、正姊妹做伙礼拜，伫即个所在三甲分享上帝的话。那咱今日要照头拄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17节，三甲来思考一个题目：恁是基督的身体。保罗伫咱头所读的圣经内面，将电教会也好，一间教会内面的某一个团体也好，还是个人也好，譬如做有诶扮演骹的角色，有诶扮演手的角色，有诶扮演目睭的角色。有诶扮演鼻的角色，每一个人扮演无相像的角色，每一个人重要，但是每一个人袂当离开，比如讲骹袂当离开手、目睭、鼻，讲我骹上要紧，其他人无需要，安尼机体无成做机体。就像目睭袂使讲我目睭上要紧，下伫上顶头，其他骹、手、耳孔我无需要伊，安尼机体嘛无成做机体。保罗通过即个咧，甲咱讲一项事。机体需要其他机体的帮衬，互相合作一个，安尼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伫即个经文
基本上是咧强调分工甲合一。因为迄个时阵，伫哥林多教会已经拆立，伫遐分裂。有人讲我是保罗派，有人讲我是阿波罗派，有人讲我是彼得派，有人讲啊，恁拢用人的名挂的。我这个派别无挂人的名，直接讲属基督的。保罗讲安尼嘛一派。伫教会内常常有即款的，各团体甲团体啊，是讲教会甲教会常常的分工，迄阮的工课，迄恁的工课。保罗讲毋是，每一个工课合作伙，才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但咱就要用保罗的4个譬如，就是讲骹、手、目睭甲耳仔三个来想。伫教会史，也是讲伫台湾教会史中间，有真侪人扮演骹，有真侪人扮演手，有真侪人扮演目睭，有人真侪人扮演耳仔。咱三个来思考，来分享这个故事。头一个，恁是基督的骹。1888年6月初9，是嘞，6月到9月，老兵团我想免加解说，伊伫遐咧整理田整理田的项目，要增加税收。因为咱拢基本上有一个观念，我收偌济无啥有政府知，我呢报较少咧，爱当税抽较少咧。我做2区田，我甲报1区；我做2甲田，甲报1甲就好。啊，若要做4甲田，我最好甲报2甲。老兵团讲哪有可能？台湾的田那收遮少的税，来查，迄一查咧，哇！发觉讲情形无啥共，毋然呢，讲随爱补缴，爱补缴几年，所以迄官吼真严苛，爱因随补缴。加上迄个时阵地方发生一个代志，有一个人叫做刘天王，这是民间的一个人。啊，因某叫官员吼，清朝官雷福海，甲伊奸淫侮辱。啊，刘天王足受气的。我这做官这样费类，欺负我，还佫欺负正人，怎样呢？就一队迄个东部兵部族去抬雷福海，抬这个官，而且攻击附近的兵营。6月中，瑞水、观音山、德田、富里、地上、关山，拢总加入。到后来，连阿美族嘛加入这个反叛的运动。参与行动的人真惊人，5000个人，差不多5000人。这样代志伫台湾史中间算一项足大的代志。不过差不多咧教台湾史的人真少提起吼。这样代志甲基督教会小可有关系，我小可伫这个所在提起吼。反叛的军队的口号，原自本是讲抬遐歹官，抬雷福海即款的人。这雷福海抬了，我继续去抬遐其他的官，啊口号变做啥？讲我抬好多人啦。这平常时好多人侪势力较大，平常叫欺负甲迄落，这招这兵部族，招这阿美族来，咱来抬遐好多人，好多人去集中伫今玉里的所在北石沟。叛兵因为北石沟拍袂落来，因准备一个专要落南去拍今仔日大同市。啊，迄个时阵有一个基督徒黄维仁。黄维仁，咱也毋知影伊的孙仔辈吼，有黄德武、黄德辉吼，等等这医生牧师。黄维仁啊，伊是伫迄个东部咧做传道。伊为着2项代志，伊即个代志感觉足不安。头一项，10条家己明明禁止咱杀人，基督徒会当参与咧杀人活动，所以伊非常不安。第二，一个足现实的问题，我若真正对即个刘天王的部队去拍台东市，真正若拍落来，满清的部队对后壁敢袂怎上台湾来拍即个反叛的部队？会啊！啊，阮这参与的基督徒、参与的兄弟要安怎？阮死的啊！所以想来想去拢无办法，唯一的办法是祈祷。想想讲，还佫有一个办法啦。怎伫东部写2张批，7月初5写1张，7月初8写1张。派一个人对东部哪行哪走，走来台南，投稿互台湾教会公报，看伫迄个时阵上近的一期教会公报顶头，讲请正教会为阮想办法，为阮祈祷，替阮求上帝替阮开路。这张批安尼写，伫6月，官员敢有甲百姓提租真残忍。
强迫大家提银，拢死啊都袂万哩。百姓毋甘愿，后来无拜上帝的人甲阿美族会齐，伫6月25有胎死官员4个，兵丁780人拢死。现主时水尾瑞穗拍照过玉里、新开园、地上拢无去啊啦！嗨呀，惨啊！我毋知影后来会安怎。因世俗人讲，若看到好多人就拢要甲抬，好多人拢走去拍照过，要带做伙，总是我犹原带伫礼拜堂。我若会死，嘛是上帝旨意。这咱会当看出迄阵一个传道者遮尽忠讲可能抑个礼拜日有其他的人来礼拜，我袂使离开拜堂，伊伫遐告别伊的信仰，佮请大家为这项代志祈祷，替阮想看有办法无？到底反正情形是要安怎？咱注意到即个中间，有人扮演基督的骹，将迄批，咱无法度想象毋通想讲有迄南回铁路、南回公路迄用骹用行一山爬过一山。来到台南，牵伫教会公布的顶头，到有一天张德仁听看到，讲迄个时阵哪有即款故事？才知影讲，有即款的事，有人扮演骹的角色。其实伫西海岸这边，咱西边这边，1896年，咱中部宣告有一个足要紧的开始，就大兰医师去住伫彰化，伫遐开始看病，长期到今仔日所展现的迄个气力，甲会当做事工，我想咱拢毋免倒遮讲。不过正开始是真辛苦，甚至是上简单的代志，有啥物欠缺，有啥物需要，请大家带到啥物代志，伫彰化发生，伫台南毋知，要安怎？嘛是一个姓潘的兄弟，人拢叫伊长骹，对彰化半行半走。走来到台南，将批交予教会公布去看，讲中基即摆发生什么事，请大家为中基祈祷，然后才将恢复消息，佮用走转来到彰化。伊坐咱看会到，看个真水、真好的事工的顶头，咱看袂到的一面是，有人无记名，伫遐咧走，因是基督的骹。第二，保罗讲有人做目睭。恁是基督的目睭。哥林多批信强调讲，兄弟姊妹中间，咱彼此需要。咱的话命拢对基督来，就是咱若甲其他的肢体中间，咱彼此无结连，彼此同工，安尼肢体甲肢体中间就无意义，无一个整体就变做无话命会当服侍主的教会，就像亲像安尼。一个目睭是下伫整个身躯顶头，迄个目睭才有意义。无迄所以目睭咱生伫面顶头，迄是足感恩的一项代志呢。无目睭你也摕来到玻璃杆仔顶头看卖咧。所有的一个机体拢是斗伫整个全体顶头，迄个机体才变做有意义，才变做有气力，才变做有见证。我举一个咱。应该是最近才发，毋是应该是最近发生的事，但是咱大家人拢知，郭俊明牧师过身。咱知影伊也为教会受真济苦。1971年国事声明，1975阮的呼吁，1977人权宣言，特别是人权宣言叫迄个时阵的政府，互咱足头疼。掠郭牧师，1980年4月24，郭牧师去关4年外。探访郭牧师的故事足多，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一个故事。郭牧师一个学生叫做温信林，伊是台湾南台湾台湾的一间教会牧师。对南台湾走到屏东，屏东走到高雄，高雄坐火车去台北，为着要看郭牧师一目，讲袂使，是安那？这是家族会面的时间，其他的人学生袂使。温信林牧师甲郭牧师的家族讲一句话，这句话互我拍动我的心。伊安尼讲：恁开门的时，门开较大个咧；入门的时，动作较慢一咧。我目睭安尼影一个嘛好。我一直感觉这是基督的目睭。
我要恁花食，喙焦恁花啉。我做人客恁互我住，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顾我，我伫家里你来看我，是迄款的目睭。这历史上济即款基督徒活出迄个见证，真正上上充满啊，互我有气力继续去走头一个路。第三，恁是基督的手。Damien the leper， 麻风病者 Damien。出世伫比利时的一个庄卡，25岁做神父，后来志愿去夏威夷宣教。伫夏威夷有一个岛，专门收留遐麻风病的患者，人数约略有800个。顶面，原主本是无定期到迄个岛，为遐人服务帮衬因。到后来，伊决定住落来，到遐泰国患者住做伙。顶面甲这泰国病院的患者食做伙，住做伙。为了改善因生活环境，伊招募一定收入去岛上改善因的生活，特别照顾因遐泰国患者所生落来囡仔。政府争取衫、食物、医药，伊家己做目工，替这泰国病的患者起厝，若有人过身，伊亲自替因顶观察。1884年，有一天透早。伊芳烧滚水，无细日个滚水煞滴落来，去滴到家己个骹个大骨母，无感觉。伊才知影讲，伊嘛得泰国病啊。伫迄早起个礼拜，伊第一句是 "We lepers"， 本来是讲 "You"， 即嘛讲 "We"， 咱才得泰国病的人。遐泰国患者知影讲啊，神父嘛对啊。后来无偌久，政府嘛知影。一定要伊离开迄个所在，伊回答会使。毋过，请伫下面的条件完成的时，才互我离开。伊讲，甲我治疗好，请一定着去送我倒转来。甲我治疗好，请一定送我倒转来，这艰苦人的中间。1889年4月15日，伊安息伫主的怀抱。伊到岛上的时，第一暝无厝通住，因为遐真侪人骹歹、手歹。无法度去做起厝，伊困伫一张大树仔下骹，要过身的时，伊的委员干一个，甲我带到迄张树仔下骹。这是诚做耶稣基督的手的故事，为遐无手的人做代志，为遐无手的人做家具，为遐无手的人顶观察，遐骹手烂掉的人，诚做因的帮衬。我伫即款的故事，伫即款实实在在，到今仔日伫夏威夷市政府头前，还阁伫底面的上帝顶头，我伫遐看到讲，有人回应马太25章的挑战。什么代志？恁做伫智美世一个，就是惊伊伫我。恁是基督的耳孔，第四个。我神学老师的老师 D.D. Williams 有一句话我真意爱，从我读神学院的时，一直记到今仔日。这句话是安尼讲 ：Listen carefully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为着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我得细字去听，细字去听。周围有人讲无厝通住无，有帮衬伊；有人讲破病无人来看我，有帮衬伊；有人讲我欠缺心内真艰苦无，有为祈祷。咱要因为咱安尼去听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咱真做一个基督徒。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的一个分工论是真济经济原理中间，互济人知影一个。伊的理论的想法就是讲，济人做伊分业内面的工课，伫一个全体中间做伊分业的工课，有机的结连做伙，整个社会变做完全。伊意思是讲，做胖的人毋免去做裁缝，做裁缝的人毋免去做胖。掠鱼的人毋免去做鸭仔，做鸭仔的人嘛毋免去掠鱼。安尼每一个人认真做伙、合作伙，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我想这个理论毋单单是伫经济学顶头是安尼讲，伫教会事工嘛是安尼。双联教会做好双联教会的工课，中山做中山的工课，伫庄脚教会做庄脚的工课，
每一个人做好家己的工作啊，就讲少年教会啦，每一个团体做好家己的工作，合起来就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愿上帝帮助咱，通过这段咱大家算讲不止真实的圣经节，搁一摆来提醒思想咱家己，咱的生活是毋是伫信仰的内面，正对基督的脚、基督的目睭、基督的手，正对伊的耳孔，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今仔日要伫咱的中间，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真正搁一摆将阮家己献身伫你的头前。阮真正爱安尼讲，阮毋若信你，阮常时要信入阮的厝边。阮毋若仰望未来上帝国的降临，嘛仰望通过阮的参与，互阮的社区、互台北、互台湾，诚做更较可爱的所在。阮毋若要讲，阮要听你，常时阮嘛要听厝边亲像家己。主，阮若毋是安尼告别阮的信仰，就阮将共同的仰望活命变作死亡。主帮助阮，今仔是北区大专事工纪念主日，这个事工常常欠缺钱，恳求你也帮助阮，尽阮所会来帮助遐卑微的身躯。你伫过去安怎祝福双年教会，恳求你也祝福因所做，通过因所做，会当见证基督的疼伫这个所在。愿同心伫你面前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